把这个解释咋回事？这个是什么情况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以前这个地方是几个大池子吧，因为我们不是用土平的，因为我们为了让它水，因为这个水你也知道，现在不能让往外流，是吧？因为我们那个环保局天天看着我们，那个水一点都不能流，哪怕下雨天都不能流，所以我们下面的水都在往上翻，下面的水啊，就是以前那个不是有个涵道的，它水都在往一下雨大量的水，现在我们环保局要求你下雨天也不能往下流，所以我们那里专门把水往那里打，专门往那里打的。有个地方来打我们的打来批周转，我们就做两个大池子，到时候我们就那个里面这个在那种挖池子的过程中，下雨天那个就在那个池子里面嘛，我们已经暂时把那个水放在这里，到时候我们全部放到池子里面啊，这个是为了是陪你们。这个我下扫把这个水啊。这个水不是，要剩早一剩，你明年还看还这么多，你刚要的。你看那个别上来嘛，他并你看那个别往下上来嘛，怎么行呢？他不要风化呀，好，你把身体几天掉，踢掉了啊，把那水倒下去了，地下你看好，这底下放多少东西啊？啊，还是少了一点不快。你3口多少是啊？这3口就3口1年是4万。你什么买的？好的现在没有水啊，它上头变地表去了。走，看吧。